近日，周潤發78歲嘅家姐周聰玲被偶遇，佢身形消瘦，駝住背行路，睇身十分之吃力。周聰玲做洗碗工多年，一生未婚，無兒無女。周聰玲嘅近況不免令人心生憐憫，喺同情佢嘅同時，亦都對周潤發夫婦質疑，兩公婆一心向善，如果連屋企人都安頓唔好，又點樣幫助無親無故嘅老人？佢咁有錢，點解唔將家姐養起身？畢竟細佬係身家數十億嘅影帝，家姐係洗碗工，呢種反差實在太大啦。周潤發1955年出生於香港南丫島，家姐叫周聰玲，比周潤發大咗8歲。周潤發上邊仲有一個哥哥，下邊仲有一個妹妹。周潤發嘅爸爸係海員，媽媽陳麗芳喺大戶人家裏邊做女工，兩公婆艱難咁養活咗一家人。周爸爸中意幻想，總係想一夜暴富，就將希望寄望喺賭博上邊。每次出海返嚟，佢就會去賭，從來都冇贏過錢。佢將辛辛苦苦出海賺嘅錢全部都輸晒。為此，周家父母經常屋企裏邊發生衝突，媽媽嘅喊聲好似刀咁樣扎痛咗周潤發嘅心。好幾次，爸爸將錢輸晒，一家人冇米落鑊。周潤發同家姐就喺海邊執死魚，返屋企煲湯飲。家姐周聰玲為咗幫父母養屋企，15歲就輟學去咗工廠做工。佢喺紡紗廠做女工，每日天都未光就趕到廠裏邊上班，傍晚天黑嘅時候先落班返屋企。每個月領咗薪水，周聰玲連條雪條都唔捨得食，全部交咗俾媽媽補貼家用。喺家姐嘅努力下，周潤發一家逐漸過上咗正常嘅生活。周潤發10歲嗰陣，媽媽因為經常同爸爸嘈交，帶住幾個小朋友返到九龍個外家。到咗城裏邊後，媽媽亦都去咗大女嘅紡織廠打工。後嚟周潤發嘅爸爸經常賭錢，被公司辭退咗，一家人就租咗喺又暗又潮濕嘅平房裏邊。1969年，周潤發14歲嘅時候，爸爸因為肝病離世，媽媽冇再婚，同4個仔女相依為命。呢個時候，周聰玲已經22歲啦，到咗拍拖嘅年紀。但周聰玲唔想拍拖，因為爸爸唔喺度，佢更加想幫助媽媽養家，將細佬妹撫養成人。有人追求周聰玲，佢話我以後結咗婚仍然照顧外家，男方唔接受，鬧咗佢一句粗口，從此唔再理周聰玲。同時幫周聰玲介紹對象，男方得知佢15歲出嚟做嘢，工資全部交俾屋企，身邊冇一分積蓄，覺得咁樣個女仔唔能夠娶，將外家放喺首位，以後結咗婚亦都過唔好。於是男方見咗一次面之後，就唔再同周聰玲聯繫啦。戀愛屢屢受挫，周聰玲喺屋企裏邊喊。周潤發知道係貧困嘅家境拖累咗家姐嘅愛情，於是佢初3都仲未畢業就輟學打工。未成年嘅周潤發屬於童工，只能夠偷偷摸摸咁做黑工。佢喺酒店裏邊做過服務生，幫影相鋪送過器材，仲做過服裝導購。一啲老闆揸住周潤發做黑工嘅弱點，幫佢開低廉嘅工資，仲經常克扣。弱小嘅周潤發忍氣吞聲。嗰陣，周潤發嘅哥哥喺度讀緊大學，妹妹讀緊中學。媽媽為咗等一家人有個安身之處，喺九龍街頭買咗2間老屋，為此孭上咗沉重嘅債務。周潤發同媽媽同埋家姐3個人做工，但收入好低，日子好緊張。為咗賺錢幫屋企還債，供細佬妹讀書。周聰玲26歲，仲係唔敢拍拖結婚。由於年齡一日日咁增大，周聰玲嘅婚事變得越嚟越難。有人幫周聰玲介紹對象，街坊鄰居就喺背後靜雞雞咁講：周家嘅大女太過照顧外家啦，結咗婚會將婆家搬空，呢種女仔唔可以娶㗎。上世紀70年代，香港無線電視台受外國影片嘅衝擊，遭遇咗發展瓶頸，於是台裏邊決定培養自己嘅生力軍。1974年，香港無線電視台藝員培訓班招生，周潤發趕去應考。長髮、纖瘦、面白嘅佢，着咗一套藍色嘅牛仔服，有幾分唔一樣嘅身材，結果被順利錄取咗。1年後，培訓班結業，周潤發留咗喺無線電視台做藝員。作為一名新人，周潤發喺《少華山》、《網中人》、《木嘴飛》等影片裏邊做茄喱啡。嗰陣嘅周潤發，除咗有夢想同埋一身力氣，一無所有。為咗生存，周潤發仲出演過《灣仔4條女》、《池女》、《撈家邪牌姑爺仔》等大尺度嘅電影。1979年，周潤發24歲啦，
家姐周聰玲已經32歲啦，依然未婚單身，喺貧窮嘅家庭拖累咗家姐嘅愛情。1980年，上海灘喺香港無線電視台首播，引發咗萬人空巷。周潤發飾演嘅許文強係幾代人嘅集體記憶，係一個時代嘅標誌。1985年，上海灘被引入到內地，熱播時候依然係萬人空巷。周潤發由此紅遍咗兩岸三地。走紅咗之後嘅周潤發冇忘形，依然埋頭去接通告拍戲，並且開始多方向嘅發展，既拍電視劇，亦都涉及電影。1982年，本來應該一路攀升嘅周潤發，佢開始走咗下坡路。因為呢2年，只要係周潤發主演嘅電影，票房都唔係點好。又因為上海灘之前參演嘅嗰啲電視劇，亦都不溫不火，俾媒體嘲笑佢淨係飾演許文強。從此，佢被業界冠上咗票房毒藥嘅稱號。不過，相對於周潤發涉受到重創，呢1年佢身上邊仲發生咗一件震驚世人嘅大新聞，被一個女人差啲置於死地。同年嘅年底，銅鑼灣百德新街珠城大廈29樓嘅一家住戶報警，話屋企裏邊有人飲用大量嘅洗潔精輕生。據媒體報道，呢個人就係周潤發。因為送醫及時，周潤發被搶救咗返嚟，執返一條命。而背後嘅原因卻係為情所致。當時佢個女朋友係陳玉蓮，2個人嘅戀情要追溯到4年前。1978年，周潤發喺拍攝大亨嘅時候結識咗陳玉蓮，2個人暗生情愫。但啱啱從上一段戀情陰影裏邊行出嚟嘅周潤發唔敢同陳玉蓮告白。直到有一日，一個富二代去劇組揾陳玉蓮，仲帶咗禮物。周潤發知道之後醋意大發，當日晚黑就買咗一束玫瑰向陳玉蓮示愛，2個人先成為咗情侶。2個人一路攜手行過咗4年。裂痕出現喺1982年，陳玉蓮喺沈殿霞嘅介紹之下，識咗大西洋賭場嘅美瑞華商陳超武。最後喺陳超武嘅幾番唆擺之下，陳玉蓮同周潤發嘅感情越發疏遠。一時難以承受嘅周潤發喺陳玉蓮家姐嘅住所做出咗糊塗事，最終周潤發亦都冇能夠留住呢段感情。2個人於1983年年初正式分手。但邊個都估唔到，就係呢件事發生2個月之後，周潤發卻突然間對外宣布自己要結婚啦。周潤發為咗賭氣，喺1983年同余安安閃婚，但係衝動嘅婚姻注定係冇結果嘅。1984年，周潤發同余安安辦理咗離婚手續。呢段差強人意嘅婚緣只係維持咗9個月就各奔東西。1986年，發哥事業巔峰之際，同新加坡個富家女陳美蓮相戀，1年之後舉辦盛大婚禮，全場賓客衣香鬢影，只有一位姐姐醉眼迷離喺酒台旁邊喊咗出嚟。佢唔係其他人，正係43歲嘅周聰玲，一邊嘔一邊喊，冇人愛我，冇人娶我，我都想結婚啊！媽媽同埋妹連番扶佢返屋企，呢一夜喊聲震天，將真情都喊出咗火花嚟。發哥聽聞之後心如刀割，自責屋企環境拖累咗家姐嘅婚姻。佢火速開啟金牌紅娘嘅模式，陸續介紹咗3個男士，甚至不惜加碼承諾：萬一你哋經濟有困難，細佬我包底。可惜周聰玲擺出咗硬淨港女嘅姿態，堅拒做後母，堅決唔靠細佬嘅錢，句句都係我靠自己。1994年，發哥一睇靠愛情唔得，靠資產仲可以啦吧，於是抌出咗600幾萬港元喺九龍幫家姐買咗1層樓，4套單位，1套自住，3套收租。佢仲安排佢嘅朋友嘅公司上班，過朝9晚5白領生活。點知家姐轉身就回咗一句：我唔想捱打卡。冇幾耐，佢選擇咗去餐廳後廚洗碗，每日3個鐘頭，洗得悠然自得。下午就孭起相機跑街影相。2000年更加用房租積蓄開咗間影相鋪。直到2004年，周聰玲洗碗工嘅身份被媒體曝光，全城譁然。發哥身家10億，點解家姐要洗碗？係咪唔顧親情啊？仲有人直言發哥係冷血漢。一時之間輿論洶湧，結果2姐弟親自澄清，家姐中意自由生活，唔關細佬嘅事。網友只好收聲。2009年，62歲嘅周聰玲洗舊碗，正式退休，專注自己嘅攝影愛好。不過攝影窮3代呢句話喺佢身上邊亦都體現得淋漓盡致。好一啲嘅器材都係萬元起步，所以周聰玲嘅經濟狀況一般，生活比較拮據。
家姐為人樸素，所以俾人一種窮困嘅感覺。近年有網友街頭偶遇78歲嘅周聰玲，見佢衣着樸素，背影駝背，有人直言好似流浪漢咁，但細心一睇，佢嘅衣衫亦都好乾淨，背包同埋帽亦都冇污漬，並非係無家可歸。周聰玲曾經多次表示自己有工作能力，唔需要靠任何人，佢仲以自食其力為豪。媒體多年前曾經影到周聰玲衣着凌亂、蓬頭垢面，當時仲被誤以為係流浪漢。實質係周聰玲特立獨行、自尊自愛嘅佢，唔在乎外界嘅睇法。所以當有人問發哥點解唔供家姐過日子，答案其實一直擺喺眼前，佢家姐唔稀罕。周聰玲唔係流浪漢，佢只係選擇咗唔一樣嘅生活方式啫。